聖週星期六，琴日係聖週五。喺禮儀當中，我哋用咗苦難劇嘅形式去表達耶穌嘅受難始末。有人話人生如戲劇，戲劇 drama 呢個字嘅意思就係用動作去代表文字，去表達一啲發生嘅事，令人感覺到好似喺現場，甚至代入咗戲劇中嘅一啲人物，感受到事情好似發生喺自己身上一樣。咁樣睇嚟，戲劇比文字同埋書本能夠使人作出更多嘅反省、投入，繼而呢喺生活上有更好、更多嘅改善同埋進步。我覺得苦難劇如果安排得認真，自然有佢存在嘅價值嘅。如果同意我嘅想法嘅話，你睇下耶穌嘅一生都係充滿着戲劇嘅色彩。喺耶穌誕生之前，已經充滿咗好多冇法子想像會發生嘅事情，令人覺得呢啲只有喺戲劇中先至會發生嘅事。比方，一個女人喺未曾接觸過男人之前，竟然會懷孕生子；一個古希嘅婦人能夠老年生仔，而佢嘅丈夫因為唔相信會有咁嘅事情，突然之間變成咗啞巴。耶穌誕生之後，有嚟自遠方嘅幾個陌生人，竟然只係靠一聲嘅指引而揾到耶穌聖嬰嘅存在，並且獻上奇怪嘅禮物，就係黃金、乳香同埋沒藥。呢三樣嘅禮物好有代表性嘅，就係黃金係代表呢個嬰兒將來會成為君王，因為君王係最有錢嘅；而乳香係代表佢係神，神通常都接受人哋獻香；而沒藥呢，係搽喺死人嘅身上嘅，咁亦都係代表咗呢個嬰兒將來會死。仲有，後來耶穌長大之後，佢亦都宣稱佢降生係要成為君王，會被人釘死喺十字架上，甚至會死後復活。呢啲描寫亦都充滿咗戲劇性嘅內容，甚至連跟隨耶穌嘅人亦都唔相信。跟住呢，仲有地震，有天神嘅出現，所有呢啲都指向一個事實，就係天主愛生命中有戲劇性嘅節奏。喺呢度，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我講嘅呢啲一切情節唔係戲劇，而係事實。天主子喺我哋人類嘅歷史發生嘅真正嘅事實。呢啲教訓係好明顯嘅，就係當我哋進入我哋嘅生命嘅時候，
天主亦都喺現場。呢啲事情都可以發生喺我哋現實嘅生活當中，亦都包括一啲我哋唔願意發生嘅事情，比方天災疾病死亡嘅不同嘅方式，一啲我哋唔希望會發生喺我哋生命上邊嘅。天主睇住我哋嘅人生，就好似睇緊電視嘅情節一樣，佢投入我哋生命當中嘅每一個環節，佢低聲向我哋咁話：不要怕，我已戰勝世界，我天天和你們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點解我話佢低聲向我哋講呢？因為我哋要先學得靜默，喺靜默當中，我哋容易聽到天主嘅說話，所以我哋唔好隨便用噪音去影響自己同埋身邊嘅人，使佢哋聽唔到天主嘅聲音。我想鼓勵今晚嘅候洗者，你哋領洗之後會進入一個新嘅生命旅程，但喺個旅程裏邊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㗎，所以你哋要記得耶穌嘅一句說話：我日日同你哋一齊，直至到今世終結，係馬竇福音28章最尾嗰幾句說話。我曾經主持過一個婚禮，新娘嘅媽媽嘅婚禮呢，都係由我主持嘅。而家佢個女長大咗咯，亦都要求我主持。婚禮前一刻，新娘嘅媽媽對我話：你30多年前喺我嘅婚禮當中所講嘅道理，我而家仲記得啊！我話我就唔記得啦，我主持過咁多婚禮，好多都係度身訂做㗎。你記得咪好咯，多謝你啊！我知道今晚嘅候洗者已經學咗好多道理，但未必全部都記得。我希望大家至少記得一句，特別係生活中遇到困難或者考驗或者唔想發生嘅事情出現嘅時候，記得呢句說話：不要怕，我天天和你們在一起。呢句話唔好唔記得。呢個就係我今晚同大家俾大家嘅一個禮物。如果用一句更加簡單嘅說話，就係我哋通常都聽到嘅呢句說話：願主與你們同在。